我们的台湾队长蔡英文总统。咱的竞选的活动，用上大的力量来救援。我是三军统帅，保护国家的军人，拢是咱的台湾的主题。每一条性命拢是真宝贵。咱的救援结束了后，我嘛拼去宜兰去了解咱的规个状况，嘛去慰问家属。这都是总统爱做的代志，嘛是总统的责任。第二天，我召开会议，交代咱的军方一定要确保咱的军心民心稳定，嘛要确保咱台湾周边的安全，还有咱的装备、咱的保养也要确实。因为选举会使暂停，咱的国家安全袂使暂停，大家讲是毋是？第三天，我拼去东欧，替咱殉职的沈总长去慰问咱的部队。沈总长无完成的任务，总统替伊完成。军心爱稳定，国家该安全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咱的东澳的阿兵哥拜托我一项代志，伊请我甲因的资料转转去台北，放在咱的台北宾馆献花的所在，顶头拢是对咱殉职的军官的感谢。我知影讲，咱的部队，咱的心内有足多唔甘，但是咱的志气拢是真坚强的。我要请大家放心，咱有一支无惊挑战、袂拍袂倒的军队，迄就是咱的台湾的国军在保护咱啊！大家讲对唔对？在这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感谢所有咱台湾的人民对咱的国军的疼惜甲支持。我嘛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向在野党致意，因为咱的竞选活动暂停，让救援、调查跟纪念活动，拢会使无互咱的选举来影响。所以我嘛要感谢咱民进党咱的支持者，在选前这个阶段宣布咱的暂停活动。我知影讲大家一定是有一点仔紧张啦吼，但是我了解大家，嘛多谢大家的体谅。做一个现任的总统，咱一定要安尼做。国家干那一个尔，咱的政党会使竞争，不过若讲到咱的国军，讲到咱的国家安全，咱干那团结这一条路，大家讲对唔对？我是总统候选人，也是现任的总统，保护咱的国家，保护咱的主权，保护黑鹰直升机的事件，咱去失去一个杰出的参谋总长，甲真侪优秀的咱的将军，甲咱的士官。但是咱嘛看到咱台湾人伫这个时刻真团结、真坚决。咱知影悲伤，咱知影唔甘，咱知影尊敬，咱嘛知影，咱只有更加坚持，这就是台湾的精神。今仔日韩国瑜伫演讲会讲，伊讲这个黑鹰直升机的事件，是咱台湾是不是中了邪？是国运不昌隆。我甲各位乡亲报告，一个要选国家的领导者的人，如果对台湾无真深的认同，无真深的爱心，无真深的感情，我相信伊是无资格做咱台湾的总统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咱看到蔡总统冷静停止3天的选举活动，举行军事的会谈，而且伊阁去宜兰的东澳岭雷达站去慰问40个官兵，甲总统无行完的行程继续行完。当伊去台北宾馆去致意的时阵，伊讲：咱空军的志节，国军的志气，就是要继续咱台湾更加团结、更加坚持。
两个总统候选人表现天差地地。我相信，要爱台湾继续伫这个世界徛起，咱爱支持蔡英文总统，好不好？我相信，两个政党的表现是无共款的，两个政党的价值嘛无共款，两个总统候选人的格调嘛无共款。南台湾的台南，这是咱民主的发源地。乌英伫升旗伫撇降伫山区，造成着参谋总长拢将8个人不幸罹难，有5个将士受到轻重伤，咱大家拢足唔甘，咱大家嘛拢足艰苦，全国嘛拢足悲伤，所以咱希望罹难者会当得到安息，受伤的人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，家属也嘛会当节哀。其实咱拢应该爱感谢国军，因为这些年来国军伫战时的时阵保卫国家，平时的时阵爱乡爱民。咱台南市的地动、花莲的地动，或者是一年冬天，无论是风台还是淹大水，国军拢徛伫咧第一线。所以咱应该爱支持国军，让国军有更较好的军事力量，会当保卫咱台湾的安全。咱国家的主人嘛，应该爱用民主的力量来守护咱台湾。你讲对唔对？你讲对唔对？面对这场关键的大选，为了要成功守护台湾，所以咱台湾绝对需要一部反渗透法，那参像其他的国家同款。反渗透法并不是反交流啦，所以现主时伫中国大陆就业、就学、创业，或者是要去佚佗、宗教交流，拢会当继续。只要莫去接受中国的委托、指示甲资助，来进行对台湾咱的国家破坏咱的国家安全、危害咱台湾的民主，莫违法，这都无问题。所以现主时有人咧讲反渗透法等于是戒严时代戒严令，这款绝对不是事实。我希望咱台南民主的圣地，各位父老乡亲时代，咱共同支持蔡英文总统的领导，用反渗透法来抵抗中国的渗透，确保台湾的安全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第三件事实是。